先啊，继续来看国造唱水监涉密的案件是继续来探烧。国民党的立委认为，这个调集人黄曙光应该到立法院来报告。民进党是认为这牵涉到机密，也是无适合报告。行政院长陈建仁讲，尊重立法院的职权。那国防部长邱国正讲，伊绝对相信黄曙光。那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徐卡心早起是到高检署按铃来告发到海军的真顾问过世，涉嫌违反到刑法的泄露、交付国防秘密等等的罪。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徐卡心告海军前顾问过世，涉嫌违反刑法，然涉交付国防秘密等等的罪。过去郭喜在担任海军顾问的时期，有没有这个上下其手或是不法的情事？包含就是说黄曙光的这个部分哦。那我想，到底他跟郭喜的关系，跟柳厂长的关系，他有没有牵涉到这件事情里面？我会传黄曙光档案说明。中共董事长赵少康进行要求调查，兼讲国造调集人黄曙光，台北市前副市长黄珊珊伫面前写讲，伊挺因阿兄讲国家利益优先，这一直拢是黄家的基因。黄家三代总有12个职业军人，规世人拢咧保家卫国，袂当互抹黑。民间人士甲民意代表之间的纠纷应该由司法来处理。我绝对相信他，因为黄曙光我们共事多年，他为人各方面的确是蛮受肯定的啦。我个人对他感觉是蛮肯定的。不过黄曙光把承诺讲，兼监国造每到一个重要部分，对到立法院去报告。即马争议遮济，被认为讲应该进一步向国会来说明。邱国正是要必须负责，但是他没有权利；而黄曙光是有权利，却不用负责任。黄曙光必须自己来面对立法院的监督。现在黄曙光的身份是国安会的咨询委员，如果你牵涉到机密不宜报告的话，仍然就是不宜报告。我们都尊重立法院的职权行使。前几天国造漏泄秘密的案件，伊的案情愈拖愈大，即摆已经变成哪力政治的斗争，甚至变成2024年大选的攻防焦点。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